揾人生意義會係覺察、認識、接納、欣賞同埋做選擇，就好似 Sharon 咁樣，佢喺派對裏面呢，去同佢嘅朋友、同佢嘅親人，重新再去互相去認識到生活上面好多嘅小確幸。我祝福我 Sharon 能夠更加從容果斷咁樣完成每一日嘅小任務。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，誰都可發光，讓我熱情熱你講，成為風我是怎麼透過生前嘅告別派對，知道好多人愛自己，亦都認識到自己好多內在嘅能量，再次一個重生嘅旅程。如果你或者你嘅親友而家迷茫緊人生嘅意義，歡迎你留言禮儀師 Noelle 去聯絡你，幫你去統籌同埋主持一個你自己喜歡嘅、有你自己特色、有你自己意願嘅派對。